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3日，让我们来到主人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也透过今天的诗篇来到主人面前，将我们自己摆上，恳求上帝的赦免与饶恕，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。求主赦免我们，求主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让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跟上帝有那美好的关系。求上帝让我们也成为圣洁，因着上帝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。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将自己摆上，让我们在当中再次领受你的恩典。求你为我造清洁的灵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生命被你来洁净，让我们不再陷入在那当中。主啊，恳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，使我里面有你的恩典。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不要转离你的面，
不要收回你的圣灵。让我们在当中，让你的灵来充满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同在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要将自己摆上，愿主你就在我们当中，也愿主你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所认的罪。感谢赞美主的恩典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3月13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51篇第1节到第19节。诗篇第51篇第1节到第19节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；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；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常在罪恶中。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。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。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；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。你虽然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欢乐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除掉我一切的过犯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。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，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这样，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你不喜欢牲祭，不然我就贡献；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不拒绝。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善待西安，求你重建耶路撒冷城墙。那时，你要悦纳合宜的牲祭，就是全身的烧化祭。那时，有公牛贡献在你的祭坛上。我们今天经文在诗篇第51篇第1节到第19节，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什么？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问自己：我看到了什么？在今天经文当中，诗人说了什么？今天这首诗篇是一首悔罪的诗，是一首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的诗，来到主人面前，希望我们跟上帝有一个重新的关系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需要如此，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，来到上帝面前将自己摆在主人面前求上帝赦免。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将自己摊开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很难以真实的求上帝赦免。我们常常做了许多，但是都是在形式上。所以在前面的两篇诗篇当中，一直在讲的是我们要真诚，用我们真诚的心，用我们实在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不是在那当中一直在做很多形式的。我想当我们形式做久的有两种，一种是真的把我们心也跟着这些形式、这些仪式带到上帝面前，但是有很多是用这些形式来隐藏自己的真心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把我们心交在上帝的手中，不敢让我们坦诚的来到上帝面前，甚至有时候不是不敢，而是不愿意。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害怕所以不敢，但是很多人是因为害怕所以也不愿意来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今天诗篇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这样的诗人，他来到上帝面前，真的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的赦免。所以他明白这样一位上帝，他认识这样一位上帝，所以他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你有永恒的爱。他明白上帝有永恒的爱，来到主人面前求上帝怜悯，求上帝帮助。其实我们生命也常常需要如此，来到主人面前求你怜悯我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因为你有无穷的仁慈，因为你是有永恒的爱，你是仁慈的，你就像母亲这样爱我们。虽然我们一直得罪你，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但是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是将这些都摆在主人面前，都陈列在主人面前，都求上帝的饶恕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需要来坦诚，来到主人面前来坦诚，将自己摆上。所以求上帝怜悯，也求上帝除掉我们的过犯。而当我们要除掉我们的过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真诚的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，将这些都摆上，将这些都来摆上。所以在当中并不是说你赦免我的罪，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整个都通包了，但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去认罪。许多时候我们都是说求主你赦免我的罪，但是什么罪？不敢说，不敢讲，不敢去面对。而这时候我们要求圣灵遮盖，求圣灵来保守我们的生命，不是我们这样害怕而已，而是真实的求圣灵的遮盖在我们当中，帮助我们的生命有上帝的遮盖，而在当中上帝保守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攻击，真诚的求上帝的赦免，将这些都摆上。所以他说：求你赦免，求你除掉我的过犯，求你清除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弟兄姐妹，你敢做这样的祷告吗？真实的像祷告，不是只是一个片面形式上的。求你除掉我的邪恶。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这样的事情，而在当中我们很多人会害怕，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怎么保护自己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害怕去做，但是我们归根究底，你会发现你压根不信上帝，你压根不觉得上帝有能力保护你。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说，求你除掉我的罪孽，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，将这些除掉，我们就是治标跟治本，把它这些除掉了，我们不再犯，也洗涤我们的罪，让我们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生命需要去经历的是这一些，要除根，要除本，要这些都除掉，而不是只是求上帝求赦免，赦免之后我们继续做，赦免之后继续做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犯错的时候啊，妈妈求你赦免我，
求你原谅我，原谅之后继续做，做完之后又求原谅，不是，是要在当中治标也治本。所以除掉我们的罪恶，让我们常常在说，在教会里面，就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。而这样的彼此相爱，爱是从上帝来的，上帝先爱我们，我们让上帝爱我们，让我们领受这些之后，我们去爱其他的人。所以不是一直在当中厮杀，在当中嫉妒，在当中做许多的小的手段、小动作，而是在当中真诚的先回到主的面前来，求上帝赦免我们。所以我看到第2节的时候，这时候看到第2节，我觉得很棒，真的是我们要求上帝清除我们的邪恶，把这些内心里面这些清除掉。就像之前在讲一个例子，一杯清澈的水被滴了墨汁，有人是说他整个把它倒掉啊，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整个倒掉，但是我们不断的让上帝的话进来，让上帝的恩典进来，让上帝的爱进来，更多的就能够让这杯水更加清澈，一直加干净的水一直加进来，这杯墨汁的水就会更加清澈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里面还是有污点，而在当中不断的水进来，上帝的话不断进来，上帝的恩典不断进来，上帝的爱不断进来，供应在当中的时候，这个墨水会越来越清澈。就是如此，就是这样在洗涤。所以当中有时候我们说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也就是把这杯放在旁边，拿一个新的杯子来，那一杯呢还是在，但是不再看那一杯，是看这新的杯子。然而这新的杯子里面，还是我们会不断的把墨水倒进来。所以在这一杯当中，我们求上帝让那墨水把它挡住，不要再进来，而且是让上帝的这样恩典不断进来，让这清澈的水不断的进来。当这清澈的水不断进来的时候，就可以把这些脏污的来洗涤掉。所以就像是这边在讲洗涤我的罪孽，不断的让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话、上帝的爱进来，去清除这些，去洗涤掉，然后也斩断那些邪恶的东西，不再让那些墨水、那些脏水持续的进来。所以这当中，如果用水龙头来看，是不是让那脏水的水龙头越关越小，越关越小，甚至整个把它关掉，而让上帝的这一个水龙头尽量的把它打开。但是我们常常是反过来，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到这诗人他在讲的就是如此，就是尽量的让上帝的恩典进来，让那邪恶的污水把它关掉。他说：“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自觉藏在罪恶中。”感谢主，他自己知道。我们是不是如此？我们有没有自己知道我们的罪？所以我们在罪恶当中，我们要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饶恕。我犯罪冒犯了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。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好像比世人强，但是当我们真实的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会发现好像我们也没有比世人强。所以他说：“我做了冒犯你的事，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。”所以他很坦然来到上帝面前，也在这样说：“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的。”所以我做了这么多得罪上帝的事情，我做了这么多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，做了这么多上帝要我做，但是我却去做其他的。陷入在这当中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：“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，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。”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没有愿意这样来面对？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常常是害怕，都躲起来，都是不敢去面对。其实我们生命常常是如此，常常陷入在那当中。其实我也看到很多人，他知道他自己做错了，但是硬要死鸭子嘴硬，
硬要去跟你争到底。而这也是我们的生命，这样的生命的人面对上帝也会是如此。虽然害怕，但是心里面还是硬要争到底。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心很硬。心很硬就无法让上帝的话进来，心很硬就不容易来认罪，心很硬就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要做许多理由，还有许多争辩在当中。然而这里面在讲的是我犯罪冒犯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，所以当中很明白什么是罪，很明白什么是不合上帝心意。所以当上帝要审判，当上帝要责罚，欣然接受。而这样欣然接受之后，后面期待的是修复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悔罪也就是如此，期待修复跟上帝的关系。而人在一出生就开始在自己的想法里面，即使是 baby， 他一出母胎就有自己的想法。虽然你会觉得小孩子有什么想法，那这当中他会饿啊，他要吃东西，他要人家抱，他要怎么样，他就活在他自己里面，他不管别人。所以他这边讲到说，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，出生之日就不在上帝的掌管里面吗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在自己当中，在自私，在自以为当中。然而这边转回来说，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所以他这边很明白知道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。所以求上帝来帮助。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诗人他很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，所以他也很真诚的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上帝的赦免。所以他才会说，求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是用这真诚的心吗？你是真实的将自己摆上吗？其实当我们在看这几天的诗篇的时候，一直在谈的是用真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也是耶稣在讲的用心灵与诚实的那一个诚实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。所以用你的心，用你的诚实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用虚假，不是用假装的。其实小朋友我们人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假装。当他们在玩扮家酒的时候，就假装我们在做什么，假装我们怎么样，假装。大人也是一样，在很多时候也都会这样假装。我们到教会要假装很虔诚，我们去面对人，我要假装很敬虔，我要怎么样？从2000年前法利赛人就已经会这样做了。我们这时候会演戏的人超多了。所以在这当中，在看到的是不是演戏，不是演戏，而是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。所以在当中他讲到说，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来充满我，用你的言语，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，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。这句话在前面那一段也讲到，除掉我的邪恶，洗涤我的罪孽。所以这边也在讲到说，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真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。当我们不断，为什么有些人会这样一直持续的在认罪？这样的认罪就是让那些罪离开，而且让上帝知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罪，我们也求上帝人来赦免我们，而这样一次一次的赦罪，也让我们更加的来亲近上帝，更加的靠近上帝。罪让我们与上帝隔绝，而认罪也让我们回到上帝面前，
所以不再是被撒旦来辖制。所以这边在讲说，求你除掉我的罪，使我洁净。而在当中，上帝也说，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所以在这样洁净过程当中，也让我们越来越靠近上帝。这边也继续在讲说，求你洗涤我，比雪更白。我们知道靠自己没有办法，但所以他讲到求上帝洗涤我，让我的生命比雪更白，让那些邪恶，让那些罪离开我，让这些无法贴附在我身上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，虽然你粉碎了我，求你使我再次欢乐。所以当中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听见快乐的声音，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欢乐。所以在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得着这些，在生命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同在。求你让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音，求你让我再次的欢乐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会经历这样破碎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经历这一些，然而求圣灵同在，求圣灵的帮助，在当中帮助我们再次的被建造起来，而我们生命再次被建造起来，也再次的进入在那欢乐当中。我们要进入在这个欢乐里面，求上帝帮助，求上帝恩典祝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帮助我们不再只是陷入在那罪里面，而是在当中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与祝福。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，求掉我一切的过犯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很难以这样一次就被清除掉，然而在当中当耶稣来的，当上帝帮助我们的，当我们在说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也就是像这句话在讲的一样，上帝不再去看我们过去的罪，闭眼不再看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这些过犯放到旁边去，赦免我们，或者是把它摆在那边，不再去看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在基督里，圣经里面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也就是上帝已经不再看这些，所以这诗人他所求就是如此，求上帝不会要再看我们过去所犯的罪。我到底犯了多少罪，我已经不知道了。我尽我所能的认，而在当中求上帝赦免我，求上帝不再看这一些，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，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新的关系，在这新的关系当中进入到下一层更美好的祝福里面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需要如此，因着上帝闭眼不看。其实有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真的很累，真的，当我们真的要认罪，会认到不知道该认什么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多事情我们已经遗忘了，很多事情我们把它封闭起来。但是当我们愿意真诚真实的这样面对，上帝也愿意这样做，不再看我们过去的这些，当我们真实的悔改，真实的认罪。今天唱的这首诗歌，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的团契蛮喜欢唱的，高中团契蛮喜欢唱的一首诗歌。讲到说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又求你赐给我一颗又新又忠诚的灵。另外一个版本和本讲的是，求你赐给我一个正直的灵。所以当中让过去的这一个罪恶的很多这样的邪恶充满的，让它过去；这个旧的让它过去，让这个旧人过去，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所以在这边在说，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将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手中，让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进入到上帝的恩典里面，领受这样的心，这样一个纯洁的心，跟上帝有这样一个新的关系。所以这当中就是如此，而在当中让我们生命领受的灵
让我们的这个灵魂，让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灵，求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让我们的生命完全不一样，让我们从里到外，让我们从我们里面的灵，我们的心都被上帝来更新了，都被更新了。其实就像我们在用电脑一样，电脑里面有时候我们需要换 CPU， 需要换运算，换一些东西，甚至换硬碟，把一些旧的东西把它除掉，换一个新的。过去有可能累积了许多东西，可能清除不掉，可能也开始在坏轨了。当这些做一些更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哇，整个速度跑起来就不一样，这个感觉很不同。不再被过去的这一些坏轨或这些储藏的东西存在里面，造成的影响，造成电脑跑不动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常被过去的罪来拖累，让我们跑不动，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前进，让这许多的东西来牵绊住我们。而在当中，当我们能够领受这些，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上帝啊，求你为我造一颗纯洁的心，让我里面有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，让我们在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些的时候，也求上帝不要把我们赶走，让我们能够持续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到主人面前来亲近他，不要召回我们身上的灵。当我们愿意信主的那一刻，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刻，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。不要让我们身上的灵离开我们。当我们在看撒母耳记的时候，上帝拣选扫罗的时候，就把这样的灵赐给他。而当他离开上帝的时候，有几个地方讲到说，上帝的灵离开扫罗，而撒旦就来搅扰扫罗王。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。我们是不是让上帝的灵持续的与我们同在？让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不会离开我们，不离开我们，也让我们顺服在上帝的面前，让我们跟随着上帝，我们不离开他，我们不得罪上帝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整篇的时候，一直在讲的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先来到上帝面前来认罪，来悔改。所以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认罪悔改，在这些事情当中，上帝的灵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愿意悔改，上帝赦免我们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前面一直在讲的是求上帝的赦免，而后来讲到说求上帝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让我们有正直又新又忠诚的灵，而上帝的灵持续与我们同在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让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因此在这里面，让我们所看到的，也就是我们生命所要去面对、所要去经历的。而当我们认罪，而当上帝的灵与我们同在，上帝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这边讲到说，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。所以其实当我在看这些，我都很喜欢那个词重新，也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些，我们曾经领受上帝的恩典，但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，我们得罪了上帝。所以这边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。虽然以前有，但是我们不需要一直想着过去，是重新，不是恢复，不是恢复而已，是重新。那种重新有一种新生的过程，
有个新的生命在当中，重新再一次的来经历这样的事情，体会你救恩的喜乐，让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。所以当中，当我们认罪，我们在当中去经历这一些上帝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的灵甘心乐意的顺服你，不再只是在求什么，而是真实的来领受这一些。所以跟上帝重新有这样连结的关系，这样的生命能够更加的美好。所以上帝不是要丢弃我们，而是让我们愿意，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，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也在当中来经历上帝这许多的恩典。这样，我要把你的命令教导罪人，他们就会归顺你。所以当他这样经历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分享出去。当他所经历的这些事情，也要成为见证，去分享，去教导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也应该是如此。我们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，我们要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去领受这一些，而在当中去经历这许多的事情，而在当中所记的这些事情成为美好的见证，要去帮助许多的人，也让这许多的人能够来归顺上帝。其实他还是在继续的祷告，继续的寻求上帝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所以求你，这看起来是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越来越深的。在当中继续讲到说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所以当中我们在祷告里面，我们在敬拜当中也是如此，越来越深入的去看到我们的罪。很多时候看到可能是一些皮毛，我们只是随便讲话，怎么这样，我们伤害了人等等的。但是到后来有可能去害人离开了教会，害人怎么样，害人跌倒了，最后可能我们或许擦边球，得罪上帝，亵渎圣灵，亵渎上帝的擦边球。到后来有可能更深的进入到当中，有可能更深的在那里面真的得罪了上帝，得罪了圣灵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亵渎圣灵，亵渎上帝的，这就是很大的罪，就是死罪。所以他们讲到说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宽赦我的死罪，我要高声颂扬你的公义。所以圣经里面耶稣讲到说，谁感受到恩典最大，就是那一些得罪上帝越大的人，他领受越大的恩典，他感谢上帝越深刻。所以他讲到那些欠钱的，欠300、500的，跟欠300万、500万的，主人跟他说你不用还了，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。300、500你可能去借一下，可能觉得你干嘛这样子，就一点小钱。但300万、500万就不一样，3000万、5000万就很不同。现在人讲到说，就一栋房子跟一个便当的差异，所以那种感谢的程度也不一样，也是一栋房子跟一个便当的差异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样越来越深层的时候，越来越深刻的时候，去经历到这样的恩典，这样的感谢上帝。所以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在学习的也是如此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开你的口，透过祷告，透过诗歌来敬拜上帝，来赞美上帝吗？当我们领受这些的时候，开口敬拜赞美上帝，应该也是像前面在讲的理所当然。前面在讲说我犯罪被你审判，这理所当然的。而在当中我们领受的恩典，来颂赞上帝，来开口赞美上帝，这也是理所当然啊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让我的口被你打开。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也讲到说，如果你们看到这些事情，你们不赞美，
那石头也要来赞美。石头这样没有生命的，也要来赞美上帝。那你们这些呢？是不是连石头都不如呢？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口，我要颂赞你。当我们领受这么多，我们是不是要跟这诗人一样，开口求上帝开我们的口来赞美他？他说：“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贡献，你也不要烧化祭。”在前面49、50篇的时候也讲到说，其实上帝讲到说不需要这些。你以为我很贪吃吗？你以为我很贪吃吗？你要用那些烧烤来给我吗？你觉得韩国烤肉、蒙古烤肉、波士顿烤肉、德式烤肉，哪一种烤肉比较好？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去比较这些哪一种比较好，但是上帝说，我重点不在于哪一种烤法，重点不在于哪一种吃法，不是在于哪一块肉，是和牛、神户，还是哪一种牛肉，还是哪一种猪肉好吃？重点不在于这个，上帝不需要这一些。上帝用这些献祭的方式，是让我们将这些献上的时候，也将心献上。重点是后面将你的心献上，透过你的东西将自己献上。所以很重要是这一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没有领悟到这个？我们很多时候都用很多形式的，前两篇里面在讲到说，不是透过一些形式，是真实的，是真实的。所以这边这诗人在求的是，让我纯洁的心，让我有又心又忠诚的灵来到你面前。所以这边他会讲到说，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贡献，你也不要烧化祭。其实上帝前面的经文在说，我不是要吃牛，要喝羊血，更重要的是你要真诚来到这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也就是如此，我们需要真诚来到上帝面前，将自己摆上。所以这边在讲的就是这样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领受的也是如此，不是在陷入在那一种形式的层面，而是进入到那真实的层面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真实来经历这一些。他说：“你不喜欢生祭，不然我就贡献，你也不要烧化祭。上帝啊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不拒绝。”所以在这里面所摆上的是那真实的，我们真实的生命，真实的将这些摆上，不是这些形式的东西，不是这些形式的东西。所以这当中很重要，我们不是摆上这些形式的东西。所以他说，我献上的不是那些生祭，不是牛羊鸽子斑鸠等等，不是那些主，你不是真的喜欢那些。但是主啊，我摆上的是我的生命，摆上的是我自己。所以我们需要摆上的是我们自己。所以他说，上帝啊，我献上的祭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苦的心，你不拒绝。所以当我们远离上帝，我们所经历的是哪一些？而这当中，这诗人也在讲到说，求你让我有这样的纯洁的心，让我有又心又忠诚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跟你有新的关系。而在当中，在离开你的时候是这样子，忧伤痛悔，然后求你让我们重新得着这样的欢乐，得着这样的喜乐。所以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将自己摆上的时候，让我们去经历这种重新的喜乐在当中。所以来到上帝面前，摆上的是像忧伤的灵，忧伤痛苦的心，求上帝赦免的心，让我们真实将自己摆上，求上帝安慰我们，求上帝医治我们，求上帝悦纳我们将自己的心摆上。而在当中，当上帝看见我们这些，我相信他会医治我们，会赦免我们，也要让我们领受上帝的爱与上帝的喜乐。所以在这里面不再是那一些东西，而是真实的去经历上帝的喜乐在当中。所以被上帝的爱充满，当我们献上的时候，上帝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被上帝的爱充满，发自内心的那种喜乐，不单单只是这世上在说那种快乐而已，而是真实上帝的喜乐
在这当中。所以他最后讲到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用慈爱善待西安，求你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要悦纳合宜的牲祭，就是全身的烧化祭。那时有公牛贡献在你祭坛上。”所以虽然上帝没有喜悦，没有很喜爱那些，但是当我们将自己的生命，当我们将自己的心献上的时候，其实上帝会悦纳的。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也呈现在哪边？从我们的献祭来呈现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当我们在唱诗歌敬拜，当我们参加主日礼拜，不论是第一堂或第二堂的礼拜，我们是怎么样来献上的？是很随便的，还是很谨慎的？我们来到当中所摆上的只是这个时间，还是我们的全人全心将我们的生命都献上了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几年牧师在讲的是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，用我们最真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不是伪装，不是假装，而是真实。在这几天读的这些诗篇里面也是如此，他还讲的就是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，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需要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的灵带领我们，让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诗篇第51篇，这是一个悔罪的诗，这是一个求上帝赦免的诗，这是一个将自己的生命，求上帝的灵将我们生命打开，将我们心打开，也让我们透过这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来到上帝面前来掏心掏肺，让我们的敬拜不再只是流于形式，让我们祷告不是只是流于那些形式，那些美丽的辞藻。所以当我们在敬拜，当我们在礼拜，当我们在祷告，在聚会，在许多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用我们真实的心来到上帝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来回想今天牧师所分享的，也在当中来透过祷告来回应上帝，透过我们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我们有点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，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一篇诗篇，跟着诗人一起将自己献上，将自己摆上。说要求主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，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，让我们生命跟你有这样的新的关系，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，让你不再看我们过去的罪，而是让我们有新的关系，在当中来领受你的恩典。现在主，愿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将自己摆上的时候，愿主你就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。
亲爱的主，我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的聚会也不再只是一个聚会，而是在当中所领受的成为我们接下来生命的帮助，也让我们真实的将自己摆在主你面前，也愿主你来赦免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新造的人，让我们在这世上不再得罪你。求主你将我们那些邪恶除掉，洗涤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生命有一个新而且纯洁的心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，愿主你悦纳。献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来到上帝面前去经历上帝的恩典，经历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。愿上帝赐福于你。